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，有25%时大捌感觉到孤单。为了要解决这款的状况呢，美国密西根大学就做一份研究，调查显示讲，时大一年若准做超过100点钟的志工，就会当有效来改善这孤单的问题。就一位70岁淑精子啊，逐年做要到500点钟的志工，互伊生活足快乐。咱做回来看卖。 70岁小精子啊，逐工拢喙笑目笑，互家己的生活过了真快乐。下晡先去买菜，食完暗顿了后，就准备要去做志工。小精子啊，讲做志工帮助别人，互伊感觉真快乐，身体嘛对咧变甲真勇敢。唔爱做志工哦，关喺厝的吼，会老人痴呆哦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吼，安尼会感觉保持一个足少年的心啦。 小精子啊，逐工拢排满家己的生活，做志工、买菜、甲带孙仔，互伊感觉生活真有意义。美国密西根大学嘛做一份针对时大孤单有助的研究，研究发现讲有做志工的时大，确实会减少孤单的感觉，而且做志工一冬一定要超过100点钟才有效果。若无超过100点钟，对减少孤单是无什么帮助的。那这个研究它就是发现，就是说你参加志工服务时间超过100个小时的话，你会觉得比较不能感到孤单，那你的孤独感会下降，会明显的比参加志工服务不到100小时，甚至是或者是没有参加志工服务的人来得好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，有1/4的时大捌感觉过孤单，而且真侪研究嘛指出，孤单会对时大造成心理、血受、健康等等的负面影响。当时基金会嘛建议时大会当找家己有兴趣的活动来报名做志工，加交朋友，加找人开讲，丰富生活嘛，赚到健康。记者第二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